唔知觀眾咧會唔會成日都有種感覺，奢侈品包括鐘錶咧都係謀取暴利嘅。最近咧我哋做咗個 survey，2000人投票，超過80%嘅觀眾咧都覺得大嘅鐘錶牌子咧係 overpriced 嘅。咁但係做錶嘅原材料咧，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太值錢。不過大牌子嘅錶咧，喐下咧就由幾萬去到幾十萬。舉個例 ，Tudor 咧一隻入門款要3-4萬，勞力士嘅 GMT 咧就去到8-9萬。再犀利啲嘅百德菲臘咧，入門款咧就要去到20-30萬。咁但係當年我哋去華強北都見證過，明明啲假錶幾千蚊咧都可以做到啲真錶8-9成咁嘅款。咁要咁講，啲大牌子咪賺得好誇張。咁究竟而家大嘅鐘錶牌子賣一隻錶俾你，賺緊你幾多錢？究竟做一隻錶嘅真正成本係啲咩？今集咧，我哋就會同大家一齊研究下。睇完呢集之後咧，究竟你會好嬲，以後都唔買錶，定係對成個鐘錶行業會有一個全新嘅睇法呢？唔知道，不過咧，希望大家可以咧同我哋一齊睇完一集之後留言話翻俾我哋聽你嘅想法。歡迎再次翻到嚟逆時 Followers。開始呢集之前咧，容許我喺度戴翻個頭盔先。今次拍呢一集嘅目的咧，係希望可以俾到各位觀眾咧一啲 ballpark figure。資料嘅來源咧，大部分咧都係嚟自幾個大集團嘅 annual report。同一時間，我哋亦都有參考投行，好似 Morgan Stanley 嘅一啲估算，再加埋咧，我哋上網揾到啲嘅新聞同埋資料，整合出嚟嘅一啲大概數字。另外，我哋今次一集咧嘅目的咧，並唔係為咗做結論，即係唔係去肯定或者否定咧，究竟呢啲大嘅集團或者大嘅牌子咧嘅定價係唔係過高？反而咧係希望大家咧會用唔同嘅角度去思考下，佢哋嘅定價係唔係合理。第三，我哋亦都會盡量保持客觀咁樣咧去指出，其實唔同集團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策略，引申出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成本結構。嗱，不過咧喺講成本之前，我想喺度咧好快咁樣分享一啲數字，話翻俾大家聽，其實唔同嘅大鐘錶集團，佢哋而家賣錶嘅利潤咧大概係幾多？咁首先我想睇下嘅咧就係 Richemont， 即係力豐集團，佢哋旗下嘅主要牌子有 IWC 啦、Panerai 啦、Vacheron 啦、Lange 啦、Cartier 啊等等，咁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高端鐘錶集團。睇翻佢哋2024嘅 annual report， 集團嘅總收入咧大概係225億嘅瑞士法郎，鐘錶部門嘅收入咧大概係90億，而鐘錶部門嘅營業利潤咧大概係20%。咁 Swatch Group 又點呢？佢哋嘅產品咧由入門到高級製錶都有，由入門嘅 Swatch 啦，到 Tensor 啦、Longines 啦、Omega 啦，到 GO 啦，跟住 Breguet， 再去到咧 Harry Winston。以成個 product spectrum 計咧，肯定係成個鐘錶行業最闊。而佢哋喺個策略上面咧，就係用咗完全嘅垂直整合，自己有機芯，亦都有唔同嘅 supplier。咁過去嗰幾年咧，成個集團嘅整體營業利潤咧，其實都浮動得好誇張，由23年大概15%咧，到過去嗰2年咧，只係得低位嘅單位數。咁之後咧，我哋就睇埋 LVMH。咁鐘錶同埋珠寶咧，其實喺佢哋過去幾年咧，有好唔錯嘅增長。咁旗下嘅牌子咧，主要係以中高端為主嘅。我哋見到有 Tag Heuer 啦、Hublot 啦、Zenith 啦，到 LV。咁過去幾年咧，手錶真係做得唔錯。咁睇翻佢哋23同埋24年嘅數字，單係鐘錶同埋珠寶嘅收入咧，都超過咗100億歐羅。咁腕錶部門嘅營業利潤咧嘅估算大概係20% 左右。咁所以簡單咁樣講一講咧，大集團鐘錶嘅營業利潤咧，應該咧就係介乎10至到20%。咁而我哋根據一啲媒體同埋一啲權威報告咧，就話大嘅獨立牌子，好似 PP 同埋 AP 咁樣咧，佢哋嘅營業利潤咧就更加高，介乎咧30至到40% 左右。咁如果呢個數字係真嘅話咧，我覺得 PP 同埋 AP 咧嘅營業利潤咧係幾高嘅。不過頭先提過嘅 Swatch 啦、LVMH 啦同埋 Richemont 咧，其實又唔算特別高喎。原因係你對比一啲世界嘅大企業，好似 Microsoft 咁樣。Microsoft 咧去到大概40%，Apple 咧35%，Coca-Cola 咧即係可口可樂咧就去到35%。咁點解呢啲大嘅鐘錶集團佢哋嘅利潤會比起想像中低呢？或者咧我哋可以嘗試了解下佢哋做錶嘅真正成本，可能咧都會幫我哋揾到答案。不過喺同大家繼續揾答案之前咧，容許我喺度咧做個 shout out。
耐唔耐咧都會有標友問我哋同一個問題，就係隻錶壞咗或者想簡單抹油咧喺邊度做好？今次咧就想同各位標友介紹一間價格透明、師傅嘅資歷同埋經驗豐富嘅手錶維修中心 RG Watch Repair Centre。咁有觀眾咧喺維修同埋保養上面有啲咩奇難雜症，包括咧想將隻錶翻新，可以直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佢哋，佢哋嘅客服咧會好有耐心咁樣聽你嘅情況，了解你嘅實際需要。佢哋嘅維修中心喺尖沙咀，用我哋嘅優惠碼 HOLLOWORTHS 嘅話咧就會有10% 嘅 discount。詳情咧可以去我哋嘅資訊欄嗰度睇翻。翻嚟咧，我哋就要繼續揾答案。其實咧要揾一啲大牌子做錶嘅成本咧一啲都唔容易。不過咧，曾經 Morgan Stanley 同埋 Europastar 咧就做過行業分析，佢哋對勞力士嘅 Submariner 同埋 Omega 嘅 Seamaster 咧做過成本分析，以不鏽鋼嘅款嚟到計咧，佢哋咧估算勞力士製作 Submariner 嘅成本咧大概係隻錶嘅售價12至到20%，即係如果維翻港幣咧，大概係1萬蚊到16000左右。而 Seamaster 咧就大概係10至到18%。唔同牌子嘅成本咧，分別咧都係視乎佢哋咧自己有掌握到幾多嘅生產線。不過咧睇到嚟呢一度咧，問題又嚟啦。成本大概係10零至20%，但係咧利潤咧都大概係得20%。咁中間有60%去到邊度呢？心水清嘅觀眾咧就會估到其中一個好大嘅成本咧，就係經營呢啲牌子嘅 retail network。無論咧佢哋用 AD 即係 authorized dealer 嘅形式嚟到經營，或者咧係有自己嘅 retail network，即係有自己嘅鋪，個成本咧都可以係好重。咁如果你係揾 AD，你起碼咧要俾零售價嘅幾十個 percent 咧，俾佢哋咧幫你去經營。跟住咧，佢哋就會負責揾鋪啦、請人啦同埋營運。個情況咧就有啲似勞力士咁樣。咁如果個牌子係想慳啲錢，唔俾 AD 賺嘅話咧，就可以考慮好似 Swatch 近年旗下嘅牌子策略咁樣，慢慢轉做直營，自己咧賺埋 retail 嗰份。不過咧，大嘅牌子幾乎一定要喺每個城市最好嘅地方開鋪。咁所以咧，租金咧可以係一個好誇張嘅成本。另外唔可以忘記，佢哋營運咁大個牌子，應該會有好多嘅部門，即係好似 HR 啦、legal 啦、finance 啦、IT 等等，都需要養好多人。咁跟住啱啱咧，仲要講漏咗 marketing， 一個咧可以係好燒錢嘅部門。咁而 marketing 咧，基本上咧起碼分兩種。咁第一個咧就係 performance marketing， 即係落廣告，好似落 YouTube 啊、電視啊、報紙啊嗰啲咧，真係希望咧追求轉化，將一啲新嘅產品第一時間話俾客聽。第二啦，就係 branding 或者咧我哋叫做 brand marketing。咁一個咧唔係直接追求 conversion， 咁數字咧可能更加誇張。可以諗嘅係，譬如 LV 贊助成個 F1， 勞力士就贊助呢一個溫布頓網球賽或者呢個高爾夫球大師賽 ，Richard Mille 就贊助法拉利咁樣。好難咧可以 quantify 到咧嗰個 logo 喺 F1 賽場咧究竟可以直接帶動到幾多生意。不過咧就可能會令到好多人覺得咧個 brand 好似好勁咁樣咯。咁而 LV 喺勞力士手上面搶咗個 F1 嘅贊助翻嚟咧，都真係使咗好多個億。咁另外咧就係雖然咧牌子係賺錢，但係咧其實好多鐘錶牌子咧每一年都係用緊好多錢嚟到做研發。可能係諗下用咩新嘅物料，可能係諗下點樣令機芯嘅準確度提升，或者係改善條鋼帶嘅扣啊，做 micro adjustment 咁樣，開發咧都可以使好多錢。咁所以咧簡單咁樣去總結，大牌子咧係賺錢，不過大部分咧以 percentage 嚟到計咧，又唔係真係賺好多錢。咁假錶咧，因為淨係要做個樣咧，同埋唔需要你上面頭先啱啱講過嘅一大堆成本，咁所以咧幾千蚊都真係有能力咧可以做到一嚿似樣嘅嘢，仲有錢賺。可能有人咧都係唔中意啲牌子賺錢，咁但係唔賺錢，佢哋做嚟做咩呢？同埋如果生意係冇利潤，點樣咧可以繼續投資做好啲 product 呢？所以我覺得個重點咧唔係單純睇佢哋賺幾多錢，亦都咧唔係研究究竟佢哋係咪做緊啲暴利嘅嘢。我覺得最緊要咧係睇一個牌子係唔係有心做好個 product， 咁定係不斷喺度食老本，淨係識得喺度加價。即係舉個例 ，AP 啊，識個 brand， 我覺得佢係有做投資同埋研發嘅，即係佢做好多 concept 嘅手錶啊，有新嘅系列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其中嘅一啲錶款，譬如好似 Royal Oak 咁樣，
睇佢嘅16202ST，喺過去冇乜太大改變嘅情況之下，不斷加價。10年前大概10零萬，到而家咧要去到30幾萬。咁加價嘅原因咧，純粹就係因為市場需求大。咁呢一隻錶賣嘅價錢，咪算係暴利咯。咁當然，如果我作為 AP 嘅管理層，見到有條件，都應該係要加價嘅。只要嗰個二手價係托得住嘅話呢，佢中意加到去50萬呢，都係可以做到供不應求。咁再嚟喺度做多個總結呢，就係我認為呢，奢侈品呢，我哋本身就唔應該太過在意個 cost of goods 啊，即係單純個製造嘅成本。咁同埋除咗即係要考慮啱啱同大家講，究竟佢哋有幾用心去做個 product 之外呢，其實翻去奢侈品嘅核心，都其實最主要睇下呢一個奢侈牌子呢，或者呢個 product 呢，可以俾到幾多情緒價值你。咁同埋呢，睇完今集之後呢，我相信呢，你應該會係覺得舒服啲嘅，因為大部分牌子嘅利潤呢，嗰個百分比比起大家本身想像嘅呢，應該係要低嘅。同埋咧都要提一提，我哋今集咧最主要講嘅都係一啲大嘅奢侈鐘錶牌子 ，micro brand 同埋 indie 咧個情況咧可以好唔一樣。即係舉個例 ，indie 咧有啲做粒螺絲或者咧係做一支針咧，都可能要一個師傅做10日8日，係咁捽係咁磨。咁喺瑞士做錶嗰個成本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嗰個成本同頭先啱啱大家聽到大集團嗰個 structure 咧，會係好唔一樣。Anyways，希望咧今集咧起碼可以俾到多啲資訊大家，了解翻咧究竟自己買緊或者自己將來想買嘅錶咧嘅一啲實際情況。咁希望咧可以幫到你哋咧做一個更加合適自己嘅決定。到今集嘅最後咧，又到咗好重要嘅回應觀眾環節。上一集咧，我哋介紹咗一個比較新嘅瑞士牌子 Norking， 咁估唔到咧都有資深嘅錶友咧已經聽過，甚至乎玩過添。不過啦，當然同平時一樣，都有錶迷覺得呢一類新嘅牌子咧定價過高，就好似 Untitled 7190咁樣，佢話咧如果1至到2萬港幣咧，佢都幾有興趣。而 Bowlefone 001咧就話真心覺得佢哋嘅定價進取咗啲。跟住咧 Alan Law 8014咧就話點講都好，有得幾萬到幾十萬呢，太小眾同埋冇 resale value 嘅咧，都好難打入香港市場。幾千到1萬嘅錶咧就冇乜所謂。想回應嘅係上面嘅諗法，我相信真係代表咗一部分錶迷嘅心態，好真實，好追求性價比。嗱，當然同一時間呢，我身邊亦都有好多玩錶嘅人呢，佢哋嘅睇法唔一樣，佢哋想玩得小眾啲，咁同一時間呢，覺得奢侈品咧並唔係齋睇性價比，或者咧佢哋想認真研究下唔同嘅牌子，考下自己嘅眼光。我覺得咧最重要嘅咧都係我成日都講啊，玩錶真係冇分對與錯，最緊要咧知道自己買緊同埋玩緊嘅係啲乜嘢，同埋最緊要有選擇。咁跟住咧就想回應 Hinomoto Hikari 啊，佢話有新興牌子，亦都有沒落貴族。Horowitz 咧可唔可以講下一啲近年消失嘅牌子，好似寶齊來啊，或者啱啱被賣盤嘅名仕咁樣？跟住佢話題外話，見到易士個名就會諗起時移世易，因為佢覺得咧易士咧就係呢4個字反轉嘅簡寫，覺得咧幾有 feel， 好似扭轉而家少人玩錶格局嘅意味。想回應係我哋嚟緊係會講類似嘅牌子嘅，未消失，不過咧大家好似慢慢忘記，但係咧其實佢哋一啲好有實力嘅牌子。嗱，講到底咧，而家做手錶賣手錶咧，鬥嘅咧唔係單純手錶嘅本身啊。舉個例，好似 AP 同 Swatch 咁。咁跟住講翻個名，其實你講得好啱啊！我哋個名正正就係咁樣嚟咯，因為個世界變得好快。我哋相信，如果要推廣手錶文化，想多啲人翻嚟戴手錶嘅話咧，就要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咁所以認識我哋嘅觀眾咧，都知道咧，我哋係特別開放，特別願意試新嘢。今集回應觀眾嘅環節咧，就嚟到呢度。喺度咧做一個最後嘅 shout out。5月28號咧，我哋有一個手錶聚會嘅活動，亦都有一個咧手錶主題嘅電影放映會。咁如果想參加嘅話咧，首先要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如果想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嘅話咧，去翻資訊欄嗰度睇點樣加入就 OK 噶啦。喺度咧再一次多謝由頭睇到落嚟呢一度嘅所有觀眾。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希望大家會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提提你哋，你睇緊嘅係易士 Horowitz。